伫去年成立的台南市樱花环河新转商圈，为着拍响知名度，将地在为4号、5号这2天加建宾利合办影秀特色市集。现场除了有文创商品、美食、二手物品之外，还佫有团体街头艺人来表演。现在对面那边有新转计划区这样计划，那刚好也受到一些朋友邀请，就是来成立这个商圈。我是觉得有一个使命感，就想说把这边的商圈再度活化。那除了这边之外，那永华路市政附近的商圈也是我们一个想要就是结合推广的地方。我想咱这个商圈是去年打成立算新的一个商圈，而且嘛要特别要首先要感谢咱蒋理事长对咱商圈会使讲非常热心啦为着要咱这场活动，其实咱蒋理事长嘛有提一寡计划来向中央争取经费，因为有争取经费，所以咱今仔这场活动会当顺利来举办。除了要带动商家生意，环境优化也是这次的重点。商圈特别提供缤纷的三角花盆栽，让会员商家美化店面，共同实现街摊特色活络商机。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